欢迎来到古丽的家。我叫莎拉麦迪古丽，这是我的家。我在这里迎接全世界的游客。我是生在古城，长在古城。大学毕业以后回来，我在喀什当了讲解员。当时呢，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居民家去看一下。本来是我们新疆人呢是非常热情好客，所以我把我的家改成了民宿。现在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来我们家做客，就是感受到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好客。我们家太热闹了。我自从开这家民宿以来，交到了很多朋友。本来是我也是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。我有一个武汉的妹妹，我们关系特别好。她是去年来我们家住的，我们的性格非常合得来，然后成了个很好的一个姐妹。然后今年呢，她又来了。住了5天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跟他约好了，冬天呢，我带爷爷去武汉玩，然后明年呢，我们已经约好一起相聚我们家。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么热闹、这么快乐的生活。本来我也是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的人，每天和全世界的人来我们家，我和他们唱歌跳舞一起玩，我的生活很充足的。